如果深夜里你被人拦住，对方突然问你她美不美，你该怎么回答？想好了再说，因为眼前的女人就是没有想明白，所以才惨遭对方用剪子的一通乱扎。原本准备撒尿的警察也被吓出来了。而面对他连开的数枪，口罩女没有丝毫损伤。跑出小巷后，他居然凭空消失了。与此同时，扎康为了增强搭档预知恶魔的能力，特意制作了一套西洋镜。泽德看得入神，一瞬间陷入了幻觉。随后他竟看到一位中年母亲在教自己的儿子开枪。通过两人的神情，他觉得这并不是普通的学枪练习。走出幻境后，地图上出现了一滴新鲜的血液，这个位置恰好是美不美的凶案现场。等他们赶来，扎康看向了自己的手环，只见它呈现出蔚蓝色，证明这里曾经有恶灵出现过。正在扎康吹嘘时，之前吓出尿的警察从暗处走来，原来他的口供被同事当成了疯子。此时泽德认出对方就是那个学枪的小男孩，随口他便说出母亲教学时说过的经典台词。不过警探吉姆听到后有短暂的迟疑，却并没有承认，留下名片。扎康几人便入住了酒店，可电梯打开的瞬间，里面却是通往野外的公路。虽然扎康看不到幻境，但他意识到另一只恶灵已经出动，而泽德走了进去，看到大树上明显有被硬物撞击过的痕迹。画面一转，小伙在公路上搭车进城，司机觉得顺路就让他上了车，没想到司机是个话痨，叽里呱啦说个不停。小伙听得不耐烦，居然消失不见了。下一秒他就凭空站在汽车前面，司机躲闪不及，正好撞到那棵大树上。这应该就是泽德预测到的结果吧。Help me. You said you would get me to the city. 第二天，他们按照电梯的景象找到案发现场，还没等了解情况，吉姆也突然出现在这里。由于扎康2次的巧合出现，吉姆怀疑他是同案犯，要将他带回警局。实际上，他因之前的凶杀案被同事孤立，特意带扎康回来，就是想知道自己遇上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其实吉姆也做足了功课，通过面部识别，他找到了美不美的凶手。可在3年前，他就被闺蜜用剪子毁了容，然后就自杀了。闺蜜因查出精神疾病也没有被判刑。另外，公路交通案在同一地点5年前就有个小伙死在了那里，难道是死人回来杀人吗？既然他们死于不同的时间，那又为什么会在同一时间回来杀人呢？走访了他们的家属，扎康得出一个结果：出于思念，他们都找过午夜老爹开坛做法。上一集因为恶魔唱片，扎康已经与他结下了深仇大恨。反观查理这边，他一直在街上寻找着恶灵，此刻手环显示恶灵就在眼前。果然，口罩女再次现身寻找目标。随后，查理冲上去解救了无辜的胖子。口罩女又问出了同样的台词：“你觉得我美吗？”查理没经验，只能夸赞对方好看。How about now? Now? Am I pretty now? Yes. 看到对方的全貌后，他还继续违心的说着对方好看呢。我听这话怎么比他是还虚呢？对方暴走般的输出，查理基本没有还手的能力。